Hello，大家好啊！好久都冇老大家講客家話起來哦。出入會我上愛老娘條去講下以後我對一隻 channel 嘅一啲 plan 啊。我咧係幾年前開始做一隻 channel 嘅，在幾年嘅時間，底背咧我老好多嘅客家朋友講客家話，我好歡喜。我做乜解愛做一隻 channel 咧？因為以前我讀書嗰時咧，我嘅先生、我嘅老師佢講俾我聽，愛用 social media 去記錄、去 record 客家話，還有一條 culture 做得本韓國多嘅人看到我條嘅文化，所以故所我就開始做一隻 channel 啊！我也跳過一隻 channel 去識得好多唔同地方嘅客家朋友，有泰馬啦，有印度啦，有加拿大啦，好多唔同地方嘅客家朋友。以後一隻 channel 我很想愛做韓國多嘅 video 本也條朋友看，不過特別我想愛做 more general videos， 意思就是我想愛做唔單係老客家文化有關，還老唔同嘅文化有關嘅 video， 好像係潮州文化啦、福建啦、福建文化啦、海南文化啦、廣東文化啦，一條東西一樣，因為一條 cultures 全部都好有意思。加上我希望韓國多嘅朋友看一隻 channel， 可能係潮州人，可能佢條係海南人，也可能佢條係 Cantonese， 佢條看一隻 channel， 就係去了解客家文化。按樣講，就係一件好書。所以做乜解？我以後愛做唔同嘅內容，唔同嘅 content， 就係一隻 reason。多謝大家咁多年對我嘅 support。以後我會韓國努力去做韓國好嘅 video， 俾大家看。多謝大家，拜拜。